也许我的时间。跟妹吧。这边好，大家好。早啊。开会。金田跟妞妞继续跟进陈天出轨的 case。好，琪琪。好。记得把这期杂志的样刊发一份给我们合作的广告商。OK。开完这个会，我的婚假就开始了。恭喜主编，恭喜主编。但是如果我回来发现有人偷懒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手软的。主编大人，你就安心的结婚吧。杂志社有我们，别担心了。啊？对啊。最好是，我还没说你呢，3天2头旷职去带孩子，你这种行为我不能再放任哦。你也知道，孩子刚出生，实在是一团乱。云云又总是在出差，总不能不管吧？我保证，一定加班补回来。你说的哦。比之前女主播还狠。你说什么？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，直接说出来啊。没有。没有就好。史先生，有主的祝福，你们一定会获得幸福的。谢谢你的祝福。感谢命运，让我们还能相遇。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丈夫，无论是顺境和逆境，富裕和贫穷，健康和疾病，快乐或者忧愁，你会永远的爱他，尊重他，直到永远吗？我愿意。你愿意他成为你的妻子，无论是顺境
或者逆境，富裕或者贫穷，健康或者疾病，快乐或者忧愁，你会永远爱他，珍惜他，对他忠实，直到永恒。我愿意。也许我的时间从现在开始只能永远静止，但没关系，我会在这一秒陪着你。